刚才有几个人也是想皈依，我也现在就是让大家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那皈依啊。没事，那个不喜欢就是不皈依就可以，我这边是自由的。如果想皈依的话，就是皈依这个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啊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皈依上师如意宝，就是这样想。这样的话呢，我念3遍那个皈依戒，然后大家也跟着念3遍。拉玛拉叫什么求？桑杰拉叫什么求？求拉叫什么求？点灯拉叫什么求？拉玛拉叫什么求？桑杰拉叫什么求？求拉叫什么求？点灯拉叫什么求？拉玛拉叫什么求？桑杰拉叫什么求？求拉叫什么求？点灯拉叫什么求？他比哦呀，成了佛教徒了这样的。然后那个得到皈依后的话呢，就是有很多的功德，什么常住啊，不受这个魔障啊，然后呢就是生生世世不离三宝的这个光明啊，等等等。然后这个皈依三宝之后的话呢，就比如说皈依佛呢，就是不跟这个邪魔外道这个相接触；皈依法以后呢，就是不伤害众生。那么就是皈依这个僧众以后呢，就是自己的这个一切行为呢，就是如理如法等等，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功德。